條路也是阮安定區民最大所期待的，因為自這條變道跨過這個國道8吼，影響遊覽車要左轉或行橋，所以這條這個嘅費用就讓阮鄉民出入甲南區就我交通會當順利安尼，無早起南區要上班，而且塞車塞到要先經這個交隊啊，所以這個交通的品質哦，有做這個高速公路的跨小軌哦，感覺交通安全的真較順利安尼。確實，台灣唯一一個有紅綠燈的國道就在我們台南。這個紅綠燈其實過去如果在車不多的時候是不會造成太大的困擾，但是車行的速度會影響以外，還有一些交通的事故也讓我們很擔心。那現在我們看到南科蓬勃的發展，我們安定，還有這個安南，還有善化的這一線，其實現在的交通流量非常的大，所以我們就急着要趕快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幾年其實交通部會很努力來建設我們的台南的交通，因為未來我們的科技業的發展，台南就是南台灣的最重要的一個地方。所以剛剛所提到的4橫3縱，最中央的這個中間樞紐點就是國道8號。國道8號，如果我們可以讓它通暢的話，速度可以行車效率更高的話，對於我們整體4橫3縱未來整體的交通運輸的效率也會有很顯著的幫助。我們配合國道8號南133線的立體化工程，我們必須要配合133線的一個到港口相關道路的一個拓寬。道路我們會拓寬從10米拓寬到20米，然後它的長度是300公尺，然後總經費大概是7700萬。最主要是因為高速公路立體化的時候，它下交流道也要往港口方向跟往南科方向的時候，轉彎的時候要把這條道路做拓寬之後，車流才不會擁塞到相關的一個瓶頸，然後能夠順暢能夠直接轉往南134線的一個進入南科科學園區。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開闢的時候跟南133線的時候有一個交叉口，那造成交通非常大的一個混亂哈。那非常感謝中央跟地方合作中央補助地方總共花了35億的經費來把這個國道8的這個高架化哈，能夠通過那個交流道，能夠讓國道8的交通更順暢，讓南133線的交通也更順利，不要造成地方跟用路人的困擾。你好，是講嘅歡迎收看12月17號的中港台南電影新聞。今日台南雖然出現3例本土加21例境外移入的天狗的病例，不過在市府高度戒備、加各社區志工以及校園防疫的總動員，好加在安然度過。對此，市長王庭嘛公開表揚，今年下半年度的績優團體最後評選的結果，監測區第1名北區仁愛里，校園績優第1名則是北區立林國小。為了感謝中央的支持，衛生局的專業投入，甲第一線上辛苦的社區甲校園防疫志工，市長委託親自頒發今年下半年度的績優團體，包括監測區第1名的仁愛里等前10名的單位。另外，校園績優第1名則是立林國小，嘛讓北區成為上屆請贏。會中衛生福利部處長曾仁祥嘛專程到場為大家頒獎鼓勵，肯定台南市今年有3例本土病例，會當有效控制，防止疫情擴散，嘛讓吳市長真正鬆了一口氣。我們特別警醒，也感謝衛福部的支持，也感謝台南市衛生局大家的努力哈，將士用命，能夠把今年的登革熱疫情能夠做一定程度的控制，沒有蔓延。那這是不幸中之大幸，也希望未來大家用好這個原則哈，就是登革熱有人說4年一次大流行，有人說5年一次大流行，有人說2年就可能有，不管幾年我們都一定要防堵得住，也希望
市民朋友們一起努力。讓大家歡喜得獎的同時，衛生局也是提醒大家，氣候雖然進入冬天，不過現在溫度依然適合病媒蠓成長，所以民眾也是愛持續落實巡島清沙，將防疫觀念變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為了解決台南火車站頭前廣場複雜的行車動線，經過前期規劃甲民意的溝通，將用這全新的風貌，特別是要將圓環改成 U 型的雙向道，來大幅度改善接送服務。交通局順利爭取中央補助，要開3億4000多萬來改造。動工以後分3階段進行，降低對交通的衝擊。預計116年年底進行完工。今年交通局佇重大交通建設交出一張真水的成績單，特別是軌道建設要拼明年捷運南線完成通報工程的招標，甲前期工程的動工，預計6月後通車。其他優先路網的第一期南線延伸、紅線、青綠線等可行性研究嘛提交中央審議，讓台南無閣再是6都唯一無捷運的城市。另外，為了打造更友善、安全的交通環境，已經完成台南火車站頭前圓環的改造設計作業，用中央所支持的3億外，開始分3階段進行改造。預計明年3月實地工程才會影響交通，而且民眾密切注意配合，而且上緊116年底得當完工。這個案子市民朋友很期待，可是它的工程複雜度也是最高，因為火車站前我要保持它的交通中斷不能受太大的衝擊，所以我們會進行半施工所以這個第一階段跟第二階段都不影響，還不會影響大幅的交通動線等到明年3月之後，這個火車站前的動線會做一些調整因應施工，所以那時候我們會有新的交維計劃再出來，會再跟市民朋友來報告說明。台南市交通局以公共運輸新紀元交通建設向前行為核心，對了回顧這一冬來施政成果，展望未來打造友善永續的交通環境，加速捷運的推動，甲新公車路線的上線等等，都是團隊要打拼的焦點。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為了防止長輩被詐騙的意識，提升媒體素養，中嘉寬頻三冠王相助車持續清理各社區辦理宣導活動。17號來到台南市嘉里理化社區，會中特別結合台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的志工，以行動活潑的格局，演出詐騙的手法及預防的重點，讓長輩在趣味活動當中輕鬆學習。隨着 AI 科技快速發展，眼見為憑已經不再是絕對真理。詐騙集團透過聲位技術，輔助面容甲聲音來行騙，詐騙手法利益必爭。中嘉寬頻媒體識讀宣導團隊，因此特別規劃 Deepfake 防詐課程，向民眾說明稱謂技術特性甲辨識技巧，提醒大家提高警覺，謹慎查證。你即馬網絡也是電視攏共款，就是講你物件愛全部攏共看，嘛愛知影講伊是講假是真的，因為很多媒體有假立場，他會跟大家分享他想要傳輸給你的概念。宣導現場也看到4位申請企業培訓的志工投入協助，包含吳文玉、謝信之、楊明景、黃秀雲等。除了志願課程的進行以外，更親自參與行動劇演出，模擬各類詐騙狀況，強化長輩防詐印象。政府要甲咱補助有發一個信息，互咱大家加入去，咱得當會得補助。到時若上萬袂得啊。這個反詐騙的宣傳活動到咱的這屆的活動分享給咱的社區的理化社區的大長輩們知影講，莫去互騙去。身為我們退休人員的一個責任，我就想說，怎麼可以提升人民對識別這種詐騙的能力？不要讓我們那個台灣呢變成全世界是對一個
受詐騙的國家。感到非常的開心，就是說，可以把這種訊息宣給那個社區，讓他們知道說，如何預防詐騙，還有如何辨別詐騙，這個真的是對社區的長輩受益良多。他們的那個民眾也是很熱烈的參加，所以大家都有這個明顯的防詐知識的進步。蠻高興的。對，蠻高興的。除了案例分享甲戲劇宣導，主辦單位也設計9宮格賓果活動遊戲，將防詐觀念融入去遊戲當中，讓參與民眾在歡樂氣氛當中加深記憶，提升學習效果。三觀王雙子星吼，今仔來給我上這個課，真正有夠好。因為我遮攏是老人較濟，今仔來上這節課吼，對遮的老人甲對遮的志工真正都有幫助的。長輩的話很缺乏這一方面的訊息，我們覺得辦這個活動非常的棒，連我都覺得受益無窮。因為有些細節是我們都疏忽掉了，也謝謝你們辦這個活動。中嘉寬屏三觀王鄉組社總經理陳建春表示。在位在志推中心完成宣導培訓後，這次是首次甲志工實際行入社區進行宣導，看到現場民眾反應熱烈，成效相當正面。未來也將持續吸收志推中心，清理寡濟社區，推廣反詐甲媒體識讀觀念。我們11月的時候，其實幫我們的社區志工上一系列的課程。那明年度呢，我們就準備要來延續我們這個課程它的效益，也就是說，我們要帶着我們所有上課的志工們到社區真的做一個視频宣導。那今天是第一堂課，也就是我们的這個試驗。那希望這個試驗是可以成功的，那後面我們就會複製到其他的各社區。那看起來今天的狀況，這個長輩們的接受程度都還挺高的。那後面我們就會持續來做改進繼續往各個社區來深入做宣導。中嘉寬屏三觀王鄉組社結合台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共同推動反詐騙宣導行動，希望透過志工的熱情甲行動力，將正確防詐觀念扎入去社區，守護寡濟民眾的財產甲資訊安全。多方查證，免受騙詐。台南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有全台灣上水山林頂節之稱的台南龍家耕作空山節，今年以山林呼喚作為主題，將於25號開始點燈展開。其中委託馬為活動宣傳，希望讓愈來愈多遊客認捌龍家，甚至愛上這片山城。請啟動。台南市長黃偉綽親自主持2026龍徛耕作空山節啟動儀式，這回以山林呼喚為主題，邀集國內外藝術家打造14組裝置作品。空山祭我們會一年一年的優化，因應來這邊的遊客的性質，來做一個展期跟內容的調整。那也希望越來有更多的好朋友願意來到龍崎。活動舉辦到達第7檔，這屆全面升級做浸水式體驗，對大型動態雕塑、AI 生成山水，到結合地質甲聲景的互動裝置，引導觀眾理解龍徛山林演變過程。內外它都有一個機動的一個大型雕塑，然後配合聲音去營造一個不一樣的環境。因為希望做出比較有差異性的改變，所以我在整個設計上用了不同的模式在做設計。它包括我們這次除了設計之外，展品的部分也希望做出比較大的區別性，所以包括像一些機械的部分啊，或者是聲光的部分，我們去做一些比較大的改變，這樣希望大家來看的時候覺得有不一樣的體驗。文化局強調，空山節唔那是一場藝術展演，更是市府推動地方文化甲區域發展的重要平台。未來將持續以空山節為文化駐點，透過藝術創作甲民眾參與活動，對25號聖誕節起鼓，邀請民眾來龍徛參觀。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百里栽，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
接下來關心一連串水壩的愛心公益行動，台灣手錶天壇上午在廟埕正式頒發114年度主獎戶送暖慰問金，今年總共有729位主獎戶通過審查，每一位將得到6000塊的慰問金，總金額高達437萬元。希望向辛苦維持家庭的市民表達關心和支持。由台灣手錶天壇的董事長徐國倫，佮着市府社會局副局長葉志明，一一來頒發慰問金，予今年度通過審查的主獎戶代表。這是台灣手錶天壇連續24檔舉辦的歲末送暖的慰問金頒發的活動，每人發放6000塊，總共頒贈437萬4千塊。這24年以來，我們始終相信公廟不是系統的中心，更要在社會中承擔責任，長期護法。今年共有729位自強物福的領取慰問金，所發放的金額為新台幣437萬4千元整。每一位都是生活中努力放棄、勇敢面對挑戰的志強者。歲末天壇這份惠己時分，十方各界的愛心，陪伴大家迎向更希望的新年。為感謝廟方的善行，市府社會局副局長嘛代表市府來頒贈感謝狀，感謝天壇照顧市民的善心甲着義舉。都知道我們天壇一年365天，其實都在關心我們的所有的市民朋友。這個大概要跟大家介紹一下啊。那麼從102年到114年捐助，他們捐助的金額已經超過了2148萬。那尤其是110年開始，每年提供給我們社會局每年200萬給他提供弱勢家庭跟團體的急難救助。在疫情期間提供的快篩啊、口罩啊，那今年的大量新台風捐贈了300多天，我們市政府來救災，可以說是攜手來傳愛、關懷照顧每一個弱勢的民眾。天壇自民國91年開始推動歲末慰問金的發送。24檔內唔捌中斷，除了慰問金以外，另外每年還佫捐贈200萬予社會局的急難救助，無論平時或者是面對災難的時，攏以着實際行動輔助需要協助的家庭，成為社會堅定又個溫暖的力量。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迎接溫馨的聖誕，由宜山自身事業發展協會所發起的關懷活動，12月25將在北安路北安關懷社舉行。在7號透過記者會先來宣傳，活動邀請儕愛心企業共同出席，希望號召更較儕人踴躍關懷。為迎接溫馨的聖誕佳節，宜山國際集團佮宜山慈善事業發展協會17號協同議員林美燕佮着詹培雅，佇個議會舉行關懷活動的宣傳記者會，號召社會大眾踴躍來關懷，和愛心會用佇寒冬當中來傳遞溫暖。鹽山慈善事業發展協會，我楊澤民理事長由他來做個龍頭，由他來做個龍頭，帶領着很多的一個團體，我們即將來辦這一場就是捐血活動啊，捐血活動。其實年底真的是血庫最缺的時候，主因有可能是因為年輕的血就是冬天比較冷所以大家不願意去捐血，或者說因為很多手術都會在過年前去做實施所以說確實這個血庫的缺血是非常嚴重的。聖誕節我們舉辦這個捐血活動其實我們不管是我們要分享我們的愛與關懷，那我們也齊聚一堂辦的我們這個活動，那把我們這個節日的我們的祝福化作最實際的力量啦。主辦單位宜山協會理事長楊澤民表示，未來該協會將以着一檔舉辦2間的關懷活動為目標，這間活動將在25號聖誕節在台南市北安路一段的北安關懷社來舉行。只要關懷254cc，就會得到豐富的好禮。
贊助單位都很踴躍哈，還有我覺得說嘞，在未來哈，我們原餐慈善協會，我們希望在未來的每一年呢，希望可以1年辦到有2場，上半年跟下半年各1場，讓更多的的贊助單位都能夠來做參與。活動現場除了邀請真濟贊助的企業代表、佮愛心團體來出席，另外包括市府社會局、佮新聞處，嘛攏派員出席，肯定這項有意義的活動。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另外，台南市北區區公所愛心嘛無缺席，特別佇新光三越小百門店舉辦聖誕禮金捐助儀式。會中邀請市長吳偉徹親自頒發感謝狀，向所有熱心捐助的民間團體甲善心人士表達感謝，嘛肯定各界合作，互弱勢學童上溫暖的聖誕祝福。用國家演奏歲末歌曲，台南市北區公所舉辦聖誕禮金捐助儀式，送予北區各中小257名弱勢學生一份溫暖。市長黃偉徹親自出席頒發感謝狀，向所有熱心捐助的民間團體甲善心人士表達感謝。這可以說都是非常非常多來自愛心的各位好朋友的手禮哦。那大家知道歲末的今天天氣有點涼，人性也溫暖，氣候也比較溫暖。這個聖誕老公公哦，今天開車一路向北，然後一路來到我們的北區，然後那真的非常開心。今年活動結合開灣市第二療護安宮開基目標花園夜市啊管委會、北區商家、里長聯誼會以及善心人士等等，捐助現金總共225003。另外由花園夜市啊管委會以及蔡明先生贊助81400塊的消費券，嘛捐助6萬現金以及8萬兒童物資，和北區善牧紅嬰仔之家。超過40萬的現金及物資，來給北區257位的弱勢的學童，每一位低收可以拿到1500的現金及300塊的花園夜市的消費券。那中低呢，可以拿到600塊的禮金及300塊的花園夜市的消費券。捐助金額一檔比一檔更較多，希望因仔感受到社會支持，未來買當甲愛心傳達出去。東港也閣展現北區社區營造成果，進行社區的長輩再來山姑娘要出家表演，迎親場面是熱鬧閣趣味。鐘樓社區裡面製作出2粒立體的鐘樓實景地圖，讓民眾透過球形地圖來了解鐘樓的演變歷史，相當有創意。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全台各縣市攏陸續公布聖誕演唱會，其中佳人的演唱會在2月20暗時5點半，就將佇國門廣場來上演，邀請金曲歌后徐佳瑩甲金曲歌王許富凱等名星組織，要讓市民甲遊客感受佳人滿滿的活力甲溫暖。這一團有沒有18歲呀？天哪，我們是不是跟大家先好好的打聲招呼，好不好？好，大家好，我們是 Arkiss， 我是彥凱，我是李定，我是嘉行，我是 Alex， 我是 Mikey， 我是東漢。耶，最棒的 Arkiss 來到基隆哦！將迎來成軍1週年的超人氣男團 Arkiss 將在12月20號的基隆年終演唱會與大家歡度歲末。副市長邱佩玲跟文管局局長江婷梅說，今年年終演唱會卡司陣容超豪華，邀請金曲歌后徐佳瑩、金曲歌王許富凱與眾多人氣偶像齊聚國門廣場，希望借此打破基隆濕冷印象，帶動城市觀光動能。2025基隆年終演唱會潮聲回港，徐佳瑩、怕胖團、許富凱、芒果醬、冰球樂團、柯有倫、幻藍小熊、Arkiss 巨蛋級卡司要和你一起嗨翻港灣，迎接歲末。12月20號，基隆年終演唱會，跟着我們吃美食，一起聽音樂，體驗基隆的港都浪漫。
基隆2025年年終演唱會，12月20號，基隆國門廣場。12月20號是北台灣的第一場跨年的晚會。我們希望帶動整個音樂的感覺。剛才現場也看到了，非常棒年輕人的表演，我很感動。我覺得很希望帶給大家看到的是，基隆是陽光、音樂、可愛、歡樂的一面，而不再是陰沉多雨。我們希望他在我們的港邊欣賞我們很好的美景，還有我們的一個 IP 的一些活動，還有就是我們的田寮河。我們希望去調整我們在跨年給很多人的一個感受，希望這邊是溫暖的，也是舒服的。那當然呢，潮生回港是一個概念，就是我們希望所有的基隆的孩子們，以及我們基隆的好朋友們，都可以回來基隆來看看我們現在的家鄉已經不太一樣了，已經不再是濕冷是非常的明亮，也非常的溫暖，也歡迎大家一起可以來感受不一樣的基隆。最終是希望所有基隆人都回來，把你们这一年的酸甜苦辣，你们所有的辛酸，你们的開心，都在這地上得到釋放，得到開心。再次希望大家別忘了12月20號來參加我們最棒的跨年晚會。結合音樂與美食市集，市府熱情邀請市民與遊客來參加全台第一場的歲末派對，感受基隆港都的活力與溫暖。也預告12月31號凌晨將在基隆地標釋放跨年煙火秀，延續年末的熱情，一路嗨到新年。記者黃日升、陳淑平基隆報道。感謝收看12月17號的中嘉台南電新聞，我是顧文傑，咱再會。阿媽你好，阮是來甲你送消防平安的，這是阮厝內24點鐘的保鏢。佇第一個時間，伊會當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講哦，隔壁有狀況發生。助警器有分偵煙室與定溫室，分別裝置於居家的不同環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預警防線，安裝完成按鍵測試，它將成為居家的守護者。安裝助警器，5增5保庇哦。投資型詐騙，你是否曾經在社群網站上看過一些關於輕鬆賺大錢的廣告？事實上，這類型的詐騙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為賣點，吸引被害人上當，並以不真實的小額獲利，逐漸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誘被害人開始大量投資。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資之後，隨即捲款而逃，千萬別上當啊！輕鬆致富多陷阱，腳踏實地最實在。濃煙是火場內的頭號殺手。我們用1:1打造居家的實驗屋，用2間房間來做對比的實驗，一間門是開着，一間關上門。如果已經看到濃煙，關好門，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選擇。發現火災時，當你看到濃煙了，請盡速將房門關上。很棒，單光隨手關燈還不夠，換裝 LED 燈泡可以再省68照明用電。清潔濾網可以再省10%冷氣用電。等下個冬天就可以看更久的卡通了嗎？不是為了留下更好的世界給你。爸，我愛你。我也愛你。哇，今天來的人還真多。我在現場拿吉他表演一下，來炒熱氣氛。這樣演奏別人的歌曲，不知道有沒有著作權的問題？沒問題，不用擔心哦。
只要符合著作權法第55條，非以盈利為目的，未對觀眾或聽眾直接或間接收取任何費用，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3個要件，而且屬於非經常性、非例行性質特定活動，就可以在活動中表演，不需取得著作財產權人的授權哦。尊重著作權，讓我們的創作世界更加美好。1號選手出場，信心十足。挑戰失敗，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2號選手考場練習，看起來有些緊張。是過關了嗎？挑戰失敗。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待考區2人組第3次報考。這次如果真沒有考過，我就不要考了。